后来乡亲啊，打来买喙罨，阁有其他方式哦。除了现有的会当去药房，会当伫网络顶购买之外，明仔载开始，嘛会当摕健保卡到附近的超商先来注文，然后后礼拜才去超商退货。而且除了现金之外，嘛会当用行动支付，或者是用信用卡来付钱，大幅来降低到接触传染的风险。健保卡插入超商的事务机，画面上除了原本的选项领出喙罨以外，阁有加这预定喙罨的新选项，这就是特别上路的喙罨实名制3.0。后面将会当就近伫4大超商买喙罨，一定会很方便，只是那个模式怎么操作、怎么领，要简化一点，不然对我们比较有年纪的会比较不懂。喙罨实名制3.0第一波预定时间落伫4月22早是8点，到4月20暗时8点，总共3天的时间。民众只要摕健保卡插入去4大超商的事务机，搁再摕这小白单到柜台结销，14天9片加运费，总共52块。下一礼拜4月30到5月13，都会当到原本预定的超商领喙罨，而且除了现金以外，也可以使用悠游卡、行动支付、信用卡等等，降低病毒接触传染的风险。只要是16岁以下的这个民众呢，他可以选择的是儿童口罩或是成人口罩。成人的部分只能选择成人口罩。像是我们在机台的部分都有说明，就是这个操作流程跟操作的步骤。也就是讲，对22开始，民众总共有3种管道使买喙罨。原本的药局，也阁有手机网络预订，即马阁加各大超商，互民众买喙罨更加利便。